如今越來越多個港星，無論大咖細咖，都選擇自己開店發展。你睇下，日前有一家港星開嘅餐廳喺銅鑼灣開業啦，係一間吐司專門店，老闆係唐詩詠。呢間店鋪面積約70平方米，月租超過6萬蚊，主打係古仔牛角包同埋吐司。唐詩詠更加不時做生招牌，親手做麵包招呼客人，一躍榮升為網紅麵包店，門外人龍超長。期間佢更加發佈限購令，每人限購5個麵包，每次限4組人入內買麵包。麵包已經由每日500個逐漸增加到1000個，依然係火速售罄。不過近期唐詩詠嘅天價麵包店似乎已經熱潮減退，近日更加出現令人排隊嘅情況。有人前往唐詩詠嘅麵包店，現場竟然零排隊。該網友進店極速買麵包，店內門可羅雀，亦都唔見唐詩詠在場。網友話冇想象中嘅排隊，有人留言50幾蚊一個方包啊，難怪冇人排隊啦。香港人淨係貪新鮮，時間耐咗仲係要實際嘅，貴到離譜啊！係咪因為新鮮感過咗啊？其實從開店以嚟，引發咗數次嘅爭議。之前一個網友更加社交平台上邊發佈狂數唐詩詠麵包店嘅3大罪狀，甚至斷言3年之內會倒閉。其實喺舊年12月，就有網友發文質疑佢嘅衛生問題。當時網友發文話，見到唐詩詠戴住手套從店裏邊將招牌放到店外，隨後又返回廚房繼續做麵包，但呢個行為被質疑衛生標準。事後唐詩詠都有做出回應，佢希望顧客唔好緊張，每次佢掂麵包之前一定會換新嘅手套或者消毒。佢表示佢用手套嘅比例比任何一個人都要多。之後唐詩詠嘅麵包店又爆出店員嘅態度問題。有網友喺社交網絡上邊發文批評店員嘅態度十分之惡劣，真係好趕客。呢個網友發文話，唐詩詠開設嘅麵包店出品係唔錯，但購買嘅過程好激人。佢表示喺店外邊排隊等候半個鐘頭，到佢入店選購麵包嘅時候，仲未嚟得切睇完所有嘅麵包種類，就俾店員催促，要求盡快挑選並且俾錢。埋單之後，收據更加俾店員隨意放咗台面。網友對此十分之嬲，表示下次請佢都唔會去啦。又反問，唔通係冇俾錢咩？咁樣嘅服務態度真係好趕客。網友仲點名話有2個店員，一個係亂毛，另外一個唔記得咩樣啦。貼文發佈之後，有曾經到店鋪購買嘅其他網友亦都認可店員態度真係需要改進，對顧客十分之唔友好等等。亦都有網友到唐詩詠嘅社交網留言，話希望佢加強員工嘅培訓。對於網友嘅熱議，唐詩詠都有發文回應。佢話呢2位冇咩工作經驗嘅20幾歲嘅後生仔，從開業到而家同大家一齊經歷咗好多，當時難免學習嘅過程當中犯錯，不過自己亦都好感恩佢哋。年紀雖然細，但會承認自己嘅錯誤，而佢哋亦都真係需要好好地去學習。佢提到服務業有好多嘢要去學習，即使係失戀或者心情唔好，都唔可以帶返公司㗎。佢仲表示，如果有需要，會幫員工安排心理輔導，並且話自己會負責處理員工失戀嘅相關問題，希望幫助嗰2位因為失戀而狀態不佳嘅員工盡快行出陰霾。呢番回應顯得十分之得體同埋大方。然而，除咗前面提到嘅麵包店爭議之外，最近唐詩詠亦都陷入咗一連串嘅緋聞。一度被媒體封做絕世好女友嘅唐詩詠，向來都令唔少已婚女星警鈴大作，比如話湯洛雯、陳凱琳。雖然表面上佢哋係好朋友，但邊個都知道已婚人妻會唔會暗地裏介意自己老公同埋唐詩詠行得太埋呢？就攞鄭嘉穎嚟講，自從佢同陳凱琳結婚生仔之後，基本上就好少露面鐵馬家族嘅聚會。關於佢哋嘅不和傳聞，我哋之前亦都講過唔少啦。而前段時間監製黃心穎榮休嘅晚宴，鄭嘉穎、陳凱琳就罕見咁同唐詩詠同場。雖然唐詩詠係晒出咗同鄭嘉穎合照，但陳凱琳同唐詩詠就冇合照，甚至一度傳出不和。雖然話不和可能誇張咗，但彼此唔熟，甚至有啲介意，可能仲真係唔係記者諗多咗。睇返今年43歲嘅唐詩詠，自從離巢 TVB 之後，每逢有新聞，處處都有透露出單身富婆嘅味道。近期佢更加成功走入咗上流，同多位富婆嘅關係密切，身邊人非富即貴，升級做咗圈裏邊嘅最強交際花。原本佢身邊嘅好朋友係黃翠如、馬國明，
林子善等 TVB 圈子裏邊嘅人，如今則換成咗同劉鑾雄嘅太太金比陳海韻學織冷衫，另外同陳玲俐、梁洛施變成一閨蜜，之後又同周潤發學跑步，地位10級跳。2023年，唐詩詠從清水灣半島搬到月租6萬蚊嘅北角海景1000尺豪宅，但日前佢就被發現出席完活動之後，親自駕駛佢黑色嘅賓士電動車離開，之後直接駛到位於中半山地根利德里嘅蘭心閣。據知該屋邨單位面積逾200平方米，月租超過12萬。黎姿、邱淑貞、張柏芝等都曾經係佢個鄰居。消息曝光之後，唔少網友都好奇麵包店係咪真係咁吸金，但亦都有人猜測唐詩詠背後有大佬，疑似有新嘅戀情。值得一提嘅係，唐詩詠成長於分離家庭，令到佢性格比較孤僻，唔擅長與人交流，亦都因此佢嘅感情路一直都唔係幾順。佢曾經因為拍攝《青春 at Y2K》同劇嘅余文樂擦出愛火，不過兩個人拍拖冇幾耐，余文樂就移情別戀盧巧音，導致到呢段感情告終。後來佢曾經因為主持節目同主持人崔建邦相戀，不過並冇得到男方嘅珍惜。兩個人拍拖多年，崔建邦依然係緋聞滿天飛，而唐詩詠卻選擇咗一次又一次嘅原諒，甚至擋喺男朋友面前力挺佢。直到2009年，崔建邦被影到背住正印同徐淑敏拖手夜會，佢先至醒覺放棄呢段戀情。分手之後嘅崔建邦身邊女朋友依然係不停咁換，形象負分。後來更加有指佢涉嫌虐打緋聞 model 女友鄺敏慧。對此，作為前女友嘅佢竟然企出嚟為舊愛平反。更加戲劇化嘅係，後來兩個人竟然神奇咁復合咗，只係崔建邦花心不改，兩個人分分合合，終於喺2014年徹底玩完。不得不講，唐詩詠作為女朋友係100分嘅，但選男朋友嘅眼光真係有待提高。後來佢又中意咗另外一位醜聞一籮籮嘅男明星洪永城，戀愛期間不斷有醜聞傳出。兩個喺2017年分手，洪永城好快就認識咗太太梁洛妍結婚生仔。可惜咗唐詩詠性格溫柔體貼，認真對待每一段感情，卻冇一段能夠開花結果。不過近日有網友喺唐詩詠嘅麵包店附近偶遇到佢，一身正裝打扮嘅唐詩詠狀態睇起身非常之唔錯，身材亦都冇走樣，身邊仲多一位戴住眼鏡嘅神秘男子。呢位男子嘅打扮亦都非常之洋氣，睇起身雖然唔係好高大，但好有型。喺馬路邊，唐詩詠同呢個男子仲一直頻繁咁傾偈，睇起身關係唔錯，因此有觀眾猜測呢個男子極有可能係唐詩詠新交往嘅對象。畢竟從外形嚟睇，兩個人仲算係比較登對嘅。至於係咪真係好似外界所講嘅咁，作為當事人嘅唐詩詠並冇出嚟澄清，唔知道係咪因為太忙嘅緣故，或者係佢唔願意將自己嘅私事擺上台面嚟講。其實喺雞雞時間，唐詩詠已經單身咗好長一段時間啦，期間亦都曾經被影到同陌生嘅男子同行，但好似都係誤會一場，所以網友亦都為唐詩詠嘅終身大事非常之擔心。雖然呢一次仲係唔知道唐詩詠同埋陌生男子嘅真實關係，但大家都好希望兩個人能夠有好消息傳出嚟。話說唐詩詠入行以嚟，亦都交咗幾個男朋友，其中多數都係圈裏邊嘅人，比如話大家熟知嘅崔建邦同埋洪永城，兩人如今已經有咗美滿嘅家庭。而唐詩詠至今仍然孑然一身，佢自己話想要將更多嘅注意力放喺事業上邊，至於感情嘅事，希望一齊隨緣。不過熟悉佢嘅 fans 都知道，對於愛情佢依然係好向往。如今嘅佢幾乎將大部分嘅時間都留咗俾麵包鋪，希望之後做好咗可以喺其他地方開分店。不過呢一切都係設想階段，暫時仲唔能夠付諸實踐。近日有報道話，佢喺舊年開設嘅人氣麵包店客流量有所減少，店外唔再出現排長龍嘅情況。而佢喺受訪嘅時候亦都做出咗回應。被問及麵包店目前係咪盈利，唐詩詠表示每日嘅麵包都能夠賣晒，自己亦感到好開心啦。佢仲表示之前麵包店排隊購買嘅人數太多，所以大家增加咗麵包產量，希望能夠分散客流。又指而家人流變少咗，亦都終於實現咗佢哋嘅目標，即係顧客能夠輕鬆買到麵包，員工亦都唔使咁辛苦。佢指喺麵包加量嘅過程裏邊，同事都好辛苦，自己亦都曾經到店幫手，但係而家已經唔需要啦。唐詩詠透露有開設分店嘅計劃，
但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嘅因素，目前亦都喺研究當中。對於曾經有網友喺內地社交網絡投訴佢嘅麵包店，佢表示自己並唔在意，最開心嘅係見到回頭客，呢個正係佢希望打造嘅令人懷念嘅味道。講到近期有報道話佢開店做老闆之後，生活越嚟越富貴，更加指佢搬入咗月租約12萬港元嘅中半山2000幾平方尺嘅豪宅裏邊。唐詩詠澄清自己並未搬屋，表示當日只係收工之後去朋友個屋企食飯。佢笑稱話我做老闆之後賺好多，呢個係錯覺啦。做生意投資好大，雖然每日都有收入，但都要先扣除成本，剩低嘅先至係利潤。大家太高估我啦，我會繼續努力嘅。此外，大家最關心唐詩詠嘅一定係佢嘅感情生活。已經單身多年嘅佢，曾經被港媒稱為模範女友。不過就算係咁樣，唐詩詠嘅感情之路似乎一直都唔順利。佢先後同幾位圈裏邊嘅人拍拖，但最終都冇一個有好結果，甚至一度被對方狠狠咁拋棄。而唐詩詠亦都冇因此而選擇唔相信愛情，始終都期待一份新嘅感情降臨。不過嗰個啱嘅人幾時出現，就真係要睇緣分嘅安排啦。